台语的时代，我有一个梦。台语网络有声图报第10号。武林同景，作者李凤玲，摄自台文网报第143期。红色的天做底，白色的云做景。云有时规片，有时一蕊，有时走甲无看影。深色的山做底，浅色的水做景。水有时直直，有时弯弯，有时走甲平平喘。青色的篮做底，变色的饭做景。饭有的脆脆，有的干干，有的走甲红红红。无人的初冬，走入来阮的目睭，10000年，翕做永远挂伫记忆的一幅图。作品来源：台湾文学专门杂志《台文网报》，2008年8月第143期第2页。李工曲台语文教基金会。试读订报电话：0223112199 0223112199。传真电话：0223112210 0223112210。